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0年8月4号，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啊，這個文章是一個號稱他是專門做這種法拍房的，大概這個行業的這麼一個人啊，他寫的說法拍房數量再創新高，那些房貸斷供的人最後都怎麼樣了啊？這文章他先上來給了一組數據啊，說上半年數據出來了，全國法拍房掛拍46.3萬套，比去年同期多了23.1%，就是多了將近1/4啊。成交10.3萬套，住宅均價8165塊一平，比去年還低，就是法拍房越來越多，拍的價格是越來越低啊，這麼個趨勢。他說2025年同期掛拍是37.6萬套。一年時間多出來近9萬套，9萬套是個數字啊，其實對我們來說也不太清楚什麼意思，但是你要想到後面是多少萬個家庭陷入困境，那你就知道了，未來還有越來越多的這樣的家庭，平均算下來每天有2600多套房子新上架，也就是每天會有2600多個家庭陷入困境。什麼概念呢？而一天一個小區的房子排隊上貨架，而且這裡面住宅佔了70%以上，說白了大部分都是住人的房子，人還在掙扎，房子先上了拍賣台，市場管這個叫量升價降，以價換量。掛拍46.3萬套，成交10.3萬套，算下來5套裡才賣得掉1套，清倉率22.2%，看着比去年好了一點點，但也是杯水車薪。好賣的還是那些大城市，上海法拍住宅清倉率74%，是全國平均的3倍還多。為什麼上海清倉快呢？因為它流動性好啊。大的地方呢，掛1年流拍3次，還掛在貨架上，這就是分化。就差的地方，法拍也拍不掉，沒人買。斷供的人最後都怎麼樣了呢？作者說他做這一行10幾年，見過的不少，有的真供不起了，被動斷的；有的是房價跌得比月供還快，心裡不平衡，主動斷的。這不管是哪一種結局都差不多。他說先說賬面損失他說房子被法拍，從來不是按市場價賣，7折8折起拍是常態。拍賣的錢先還銀行，再扣律師費、訴訟費、鑑定費、拍賣費，這一圈扣下來，小10幾萬就沒了。罰息還在加收，合同利率基礎上再上浮3到5成，拍完還不夠欠的，剩下的接着追，房子沒了，債還在，也就這麼個局面。他說我們算一筆賬，110萬的房子，貸款70萬，月供4500，供了3年，16萬進去了。然後失業了，供不動了，銀行起訴，房子法拍，拍了70萬，還掉本金利息，倒欠銀行20萬，首付沒了，月供也白還了，最後徵信也黑了，以後貸款辦信用卡全沒門，連坐高鐵飛機都受影響，這就是斷供的最終結局。作者說其實銀行也怕，有人說那我的房子不要總行了吧？現在的銀行還真不太想要你的房子，收回來也賣不掉，銀行也頭疼，所以現在不少銀行反過來勸你別斷供，給你延期，給你降月供，有的緩個2、3年，圖什麼呢？圖你能慢慢還。真走到法拍那一步，對銀行也是虧的，對你更虧。其實銀行也沒佔便宜銀行最好的辦法就是你還能慢慢還，這是最好的。但是真要走到法拍，銀行其實也佔不到什麼便宜，但是對你來說那肯定最虧了嘛，房子沒了，錢沒了，徵信也黑了，債還沒還完，兩敗俱傷，誰也沒贏。一個扎心的事實，棄房斷供的人正在變得越來越多。中指研究院數據觸目驚心，2020年上半年全國法拍房總量同比大漲23.1%，成交金額達到了1515億元。一線城市的法拍房清倉率高達61%，二線城市平均43%，3、4線城市不到30%。
也就是說啊，在大城市法拍房還能賣得动，在3、4線城市掛了100套，只能賣掉30套，還有70套都在銀行自己拿着啊，他也賣不掉，拍也拍不掉，那银行怎么辦呢？所以我說银行他也不愿意啊走到那一步，因为他卖不掉啊，越賣不掉價格越低，价格越低越没人買，形成一个惡性循環。有個鄭州的女孩啊，她的經歷啊在網上傳開。2019年房價高位時買了套房，總價100萬，首付30萬，貸款70萬，月供3900，還了6年啊，月供一共還了24萬。這24萬裡面本金只有7萬，這個大家都知道啊，你前面還的都是利息啊。後來他斷供了，房子被查封，銀行卡被凍結，連微信錢包裡的400塊錢都取不出來，房子被法拍，評估價78萬，起拍價只有54萬，也就是打7折啊。如果54萬順利拍出，房子沒了，首付30萬沒了，裝修15萬也沒了，6年的月供24萬沒了，最後還倒欠銀行9萬，一套100萬的房子，最後他損失了將近70萬。這絕不是個例啊，而這是當下越來越多的例子。河南一個女子348萬買的房子跌到了121萬，她決定斷供，讓銀行把房子收回去就完了。她以為咱們跟美國一樣啊，這房子我不要了，給銀行我就沒事了。其實不是，銀行把房子拿走了，算完賬，告訴她房子已經賣了，你還欠銀行100萬。房子沒了，錢也沒了，徵信也黑了，然後前半生都白忙了，是吧？你所有的錢都搭進去了，沒了，房子也沒了，最後你還欠銀行100萬，你說你在圖啥？越忙越窮，事實就是這樣，對吧？這個不是什麼段子，不是梗啊，這是現在每天都在上演的，這是法拍房。那麼最近大家聊的比較多的就是金銀貸，因為這個金銀貸啊，現在越來越多的都已經到期了。當時金銀貸放口子啊，好像也是因為口罩，為了讓很多中小企業渡過難關，所以把金銀貸這個就放了個口子。這口子一放，很多人就利用這個漏洞啊，他用金銀貸去炒房去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啊？很多人拿金銀貸去買房子，現在就問題就來了，金銀貸不管你是不是買房子，但金銀貸它那個抵押物一般都是房子。那現在房價跌了，對不對？揚州一個做汽配的小老闆，他就遇到一個問題：3年前拿房子做了一筆金銀貸，180萬，年化是3.2%，它不算貴啊。你看按揭貸款都3.01了嘛，3.05，他的對吧？金銀貸才3.2，所以不算貴，貸了180萬做生意，先息後本，每個月還4000多，舒服得很。但是下個月就要到期了。銀行客戶經理讓他去續貸，一看新合同，首先是利率漲到了3.85%，關鍵是額度還給他降了，他本來是180萬，給他降到155萬，什麼意思啊？那也就是他的現金流就缺一個25萬的缺口，利息還貴了。這老范呢說啊，我這2年生意做得挺好的，納稅也沒少，怎麼反而條件變差了？銀行是不是在坑我？實際上不是啊。在揚州啊，2023年金銀貸利率是歷史低點。當時揚州各銀行為了搶小微客戶，把房產抵押金額金銀貸啊，他不是為了搶客戶嗎？壓到了3.2甚至3.0，就為了讓你貸款。但是為了競爭，好，3年期先息後本，每個月只還利息，到期一次性還本金。你說這個，那這個是相當滋潤的啊。先息後本什麼意思？就是你每個月就還4000塊錢利息，最後了你再還本金180萬，但是不要緊，這180萬不是你馬上就掏，是借新還舊，你接着借，明白什麼意思嗎？你接着借，你就再借180萬，把它原來180萬還了，你有一個新的180萬的借款來了，這叫金銀貸，都是這麼玩啊。那當時為了搶客戶啊，很多老闆一算核算呢，對吧？才3%的利息。2023年的時候按揭貸款是多少啊？5%，對不對？利息啊，結果金銀貸只有3%，很多老闆一看，我願意啊，大家啊都懂這為什麼願意，所以趕緊很多人就辦了。現在3年期到了啊，結果跑去續貸，麻煩了，一個貸款利息漲了，第二個你借的錢少了，利率回不去了，
現在揚州主流銀行的房產抵押經營貸3年期利率普遍在3.6%到4%之間。原來的3%是特殊時期特殊價格，不是常態化利率。银行客戶經理當時一定没有跟客戶說啊，他說3年後續貸利率以當時政策為準。就是很多人以為我到時候續貸還不是這麼多錢嗎？你續貸的時候，人家溫水煮青蛙了啊，就要漲了。而這句話一定在合同裡面是有的，續貸以當時的利率為準。只不過啊，銀行經理也沒告訴你，也沒讓你重視，你自己也不重視。但是借的時候一时爽啊，沒有關注。这第二個呢，你的房產評估價變了，不是人家不給你錢，人家先給你180萬，現在只給你155萬，是因為你的房子貶值了。你3年前辦的時候啊，那套房子銀行評估價能給到180萬，150平的房子啊，能評到180萬，給你高評，按70%放貸款就能放給你130萬，然後再加上对吧，他家裡還有一套小房子之類的啊，做了點額度，給他湊了個180萬。現在啊，他這2套房子總的評估價只有155萬，按70%抵押率啊，那只能給他貸110萬，頂多了到頭。然後他還有一套房子嘛，不是2套房嗎？一整銀行給他勉強155萬，已經是夠寬限的了，是你的房子貶值了。有人說，那銀行能不能高評多貸一點？這個也沒那麼容易，因為這個評估價不是銀行說了算，是銀行合作的第三方評估公司，他們按照市場價來評，出了問題他們擔責任，他們要參考同小區近半年真實成交價來取平均值。那你所在的那個城市，哪個城市房價不在往下走啊？這3年的吧跌了多少了？所以評估值在跟着跌啊，這是市場行為。第三方評估公司也不敢亂評，對吧？亂評那是他也擔責任了，那就是犯法，所以他只能按市場價評，那你就價格就低了。銀行拿了這個評估值，他按70%給你貸款，他就自然就少了。那問題就來了啊，這位老范，你續貸不續貸呢？如果不續貸，那你找180萬把這錢還上吧，你不貸了唄。續貸呢，你再找25萬來把這缺口補上，然後你的利息高了啊，你貸的少了，你付的利息還多了。續的話，155萬的額度比原來少了25萬，利率還高了0.65個百分點，每個月利率從4800就還的利息啊，變成了4970，多了将近200塊，但是你貸到的錢還少了25萬，就是你還得找25萬給他補上，完了之後你每個月還的利息還多了，你說這叫什麼事？這不是雙重打擊嗎？我說這個例子不是对吧孤立，這是所有經營貸都要面臨的問題。而經營貸我們假設它就是經營用的，不是炒房子，假設它真是經營，那你說這樣的老板现在是不是日子越來越難過啊？你看他還找出現金出來多25万，他找出给他墊上，完了之後他每個月還的利息還多了。本來現在对吧實體經濟他的經營貸都帶上了，這說明他經濟效益就那樣，對不對？本來就不好過，結果他現在這不就是情況惡化了嗎？每個月多付利息，還少貸了錢，又得不知道到哪兒去借錢，借那25萬給他堵上，這就是很多實體經濟。那這是誰導致的呢？也不是哪個人導致，是那房價在跌導致的，對不對？房價在跌，這第二個呢，你當初借的時候你沒搞清楚，你借的那個利息3%，那是特殊時期啊，給你特殊優惠，不代表以後永遠是這樣。實際上就告訴我們什麼？你自己把套子給自己套上了，是你主動套的，套上之後人家就慢慢勒，对不对？慢慢勒，所以不要以為錢便宜就可以拿，拿完之後你有沒有錢還？对吧？你第一次人家這叫釣魚，你剛開始拿了3年是便宜的，後面呢越來越高，等到明年人家漲到4%，你也得貸，你不貸你哪兒找這個150萬去還呢？是不是這道理啊？這個實際上就像是神這樣先給你套住了，慢慢來。所以說實體經濟不好幹，尤其是跟銀行借錢的，這個還算銀行好啊，繼續給你貸，有的銀行不給你續貸，那更麻煩，抽血是不是？你直接就黄了。搞實體經濟的啊，一給銀行打工，二給房東打工。前幾天啊，咱們介紹了北京的天通苑房價腰斬。今天我們再来看一下啊，杭州的未来科技城不用說啊，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出名，
它的出名主要是因為阿里，是吧？在那兒搞個總部，後來那地方房價就暴漲。現在阿里是不是要搬走啊？總之，未來科技城是過去幾年是吧，也算是杭州樓市的一個風向標，一個標杆。那它現在怎麼樣了呢？我看了一個專門做杭州未來科技城的附近的這個中介的一個，他寫的文章，他介紹杭州未來科技城現在的現狀，可以說是也是暴跌啊。這個文章他說從買到就是賺到賣了就是解脫。杭州房東的這幾年，剛開始叫買到就是賺到啊，多少人去炒這房子，對不對？你買到了就是賺，現在是什麼呢？現在都在賣，你賣掉了就是解脫啊，你就自由了。你要不賣，那你就套在你頸子上。這就是杭州的房東這幾年經歷的過山車，從買到就是賺，到賣掉就是解脫。作者說他說做房地產這行時間長了，總會遇到一些讓人忘不掉的事兒。他說他們都是這半年裡我認識的或者聽說的房東的故事，都虧錢賣了房，但虧完之後每個人的路走的不一樣。他就講了幾個故事他說第一個故事老劉虧掉首付那天，我蹲在陽台上抽了一整包煙。說老劉是我一個粉絲，在阿里幹了7、8年 P7。2021年的時候買了未来科技城的房子，那正是最高的時候，是吧？魏科三兄弟之一的陽光城未來悦100平，買入價6萬元每平。那時候魏科是什麼行情呢？新盤你根本搖不到號，二手房房東坐地起價。老劉看了2個月的房，最後咬牙以580万的總價簽了，首付掏了200萬，月供2萬出頭，那就是5萬8一平米它是100平嘛。2021年呢，当時觉得買到了就是賺了。他說我們組就是阿里他那個老劉他所在那個組7、8個人都在看房，誰先買到誰請客，你還高興呢，对不对？買到了還請客。2022年行情開始不對了，但老劉沒太慌，覺得魏科由阿里撐着跌不到哪裡去。2022年我們天天說，對不對？大家還有印象嗎？2022年我說你在杭州趕緊，對吧？如果碼農失業，你就把房子賣掉，100平的房子賣個300萬，然後你到鄭州一套房100萬100平的房子就100萬，然後你把那200萬存銀行，然後拿10萬塊錢買輛比亞迪，開萬元車，快活似神仙呢。當時杭州的新房價格好像就是3萬多，而鄭州的新房價格就是1萬，平均很多人说对吧？杭州的房價還要漲，你在這污衊杭州，過氣網紅城市杭州，你在這唱空。現在看看誰在唱空2023年阿里大裁員，老劉雖然沒被裁，但年終獎砍掉了一大半，他開始有點慌了。2024年同小區二手房成交價開始往4萬多掉，老劉算了算賬，如果現在賣大概400萬出頭，扣掉貸款餘額，淨虧差不多200萬。他580萬買的嘛，對吧？然後他還了2年了，對不對？3年完了之後，他的利息是不是說是為什麼呢？確實你要掉到4萬，那不就賠200多萬嗎？可他沒有賣。2025年底，老劉的孩子出生了，老婆辭職在家帶孩子，全家就靠他一個人的工資，月供2萬，加上日常開銷，孩子的奶粉、尿布，每個月入不敷出。我跟老婆算了一筆賬，如果繼續扛到孩子上幼兒園，我們手裡的現金就見底了。2020年3月，老劉以410萬的價格把房子賣了，這出手還比較快買入580萬，賣出410萬，加上3年利息和稅費，實際虧損超過250萬。賣掉那天，老劉給我發了條微信，說高老師簽完字了。我說你還好嗎？他說說實話，簽完字那一刻反而鬆了口氣，像是背了3年的東西終於放下了。3年虧250萬，他啥都沒做，他只是買了一套房而已。那不像我炒股是吧，賠300萬，那我天天在這裡廝殺呀，每天是吧，菜刀砍電線一路火光帶閃電。那這個人在阿里上班，他就是買了一套房而已，是不是？買的時間點不對，他及時止損。
還虧了250萬。當天晚上，老劉請我吃了頓燒烤，就在未來科技城邊上一家東北燒烤，人均60-70那種。他喝了2瓶啤酒，跟我說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記得的話：以前總覺得房子是資產，虧了才知道月供扛不住的時候，它就是負債。才明白是嗎？22年也看了我的節目是吧？忍住了不買，才少損失250萬呢。我記得我22年讓大家是吧，說杭州的房價虛高，对不对？說杭州房價要回調，還有好多人嫌我唱空，說我不懂，多麼痛的領悟啊，血的教訓啊。第二個故事說文教板塊的王叔，就是这個是學區房啊，守了10幾年的學區硬通貨，說貶值就貶值。王叔是土生土長的杭州人，56歲，在文教板塊有一套92平的學區房，這套房是2010年買的，當時花了300多萬。王叔的孩子早就讀完了，房子一直空着，偶爾出租。2022年行情最好的時候，中介給他打了個電話，說王老師，你這個戶型現在能掛730萬，有興趣賣嗎？王叔沒賣，說學區房怕什麼？學區求是永遠不會跌。這大概是杭州的那個最出名的學区房啊，片區。2023年，杭州開始推公民同招多校劃片，學區房的邏輯開始動搖，但王叔還是沒賣。2024年，同小區成交價開始掉，從8萬每平掉到7萬，從7萬也掉到6萬，到底了嗎？沒有啊，我可以很負責任說，現在所有的學區房明年就得後悔，明年就要掉。2025年底，王叔終於決定賣了，中介跟他說實話，王老師，現在你這個戶型啊，誠心賣的話，5.6萬差不多能成交，5.6萬一平，92平，總價515萬，比他2022年高點估值730萬，縮水了215萬。這是2025年底啊，王叔猶豫了很久，他跟我說啊，我在這住了10幾年，看着這個板塊啊，從杭州的天花板變成現在這樣，你說我不心痛嗎？但我兒子在深圳定居了，我留着也沒用。2026年4月，王叔簽了合同，也就把房賣了啊。簽完，他跟我說了一句話，我以為學區房是永遠不會輸的，沒想到不是學區不值錢了，是家長不盲目了。這個話現在正在起作用，對吧？我的節目一直說嘛，一個孩子少了，第二個家長越來越想明白了，與其花錢給他買學區房，砸那麼多錢，而且關鍵他還不一定是學習的料啊，你讓他學區房有什麼用呢？錢花了最後還得送外賣，那你現在不是把他对吧？那幾百萬留着，你夠他送外賣的一個月掙幾千，你夠他送多少年呢？這家長越來越明白了，所以我一直說啊，今年什麼以孩子上學為名買學區房的，你最好是全款，那無所謂对吧？賠就賠吧。如果貸款的，明年就得開始哭了，最遲後年啊。學區房這個泡沫一定會破，真的沒必要這個時候跑去接盤學區房。第三個故事說是世紀城的成品業主說3個月跌了100萬，我連坐下來的勇氣都沒有。這個故事啊，說我是從一個中介朋友那裡聽來的，不是直接接觸的房東。他說但是細節啊我是核實過的。他說成品亞運村的一個組團，那這杭州的亞運村也是曾經爆火是吧？也是買到就是賺到嘛。說洋房145平，2023年買入價756萬，今年4月同戶型一套前排洋房成交938萬啊，雖然比買入價高了不少，但跟去年同戶型1050萬比，已經少了100多萬。到了7月，又有一套前排洋房成交848万帶車位，裸房830万。那也就是說，這個主人公啊所擁有的這套145平的房子，2023年756萬買的，那現在2026年就是3年以後啊，房子也只有830萬，裸房只賺74萬。這74萬，那你3年利息呢？粗算一下啊，假設貸款是500萬，年利率是4.2%，3年利率就是63萬，再加上物業費、稅費，基本是白忙活，可能還倒虧。中介跟我說啊，那個房東簽完合同就走了，一句話都沒多說。我能理解他，3個月前隔壁同戶型還賣了930萬，
他只有830万，3個月100萬沒了，你讓誰做那裡都不舒服。更扎心的是另一個細節，說成品隔壁的天普有一套前排小戶型，東邊套21樓，5月1號簽了個710萬，結果買家毀約了，7月3號重新簽670萬，2個月就少了40萬，也就是這些房子的快速下跌啊，簡直一個月一個價，那價格都是往下直杵啊。說中介說了句特別有意思的話，670萬你買天普是吧？再加6萬塊，676万，你可以買时代奥城的144平，对花園的邊套，直接3房變4房，面積多31平。你說買家會怎麼選？在下跌的市場裡，買家永遠有更划算的選擇，而賣家永遠在跟上一個成交價較勁。亞運森的網紅盤也是持有3年，也是平手吧，那還算没套住，对不对？这後面還要降啊，這算跑得快的，算果斷的啊。那麼還有一個叫丁橋板塊，89平的2居室，2025年5月掛牌，心理底價208萬，帶車位，滿五唯一，裝修還行，1年時間，看房記錄37組，就掛牌掛了1年，37組人去看房，平均下來1個月3組，有效出價4次，最高一次是168萬，但條件是全款1周內過戶。老陳一開始是拒絕的，我208萬掛的，你給我出168萬，就少了40萬啊，差太多了。但時間一天天過去，看房的人越來越少。到了2026年的春天，老陳算了一筆賬，每月月供5000多，加上物業費、空置損耗，一個月要搭進去6、7千，1年就是7、8萬，房子空着不住，錢還在往外流。最後老陳咬了咬牙，以160萬簽了，160萬簽了，他要付这個什麼中介費吧，亂七八糟的啊，還稅費對吧？契稅什麼的，到手是152萬，160萬賣啊，到手152萬，說比買入價低了不到5萬，但算上利息、稅費，2年的空置成本，實際虧損超過50萬，超過20萬。老陳接受採訪的時候說了一句：“不是不想等，是不敢等。孩子明年讀小學，學籍鎖死，要提前落戶，舊房不脫手，新房買不了。”這哥們兒，那顯然是一個坑跳到另外一個坑吧？他把這房子賣了是去買學區房，那還得挨一棒啊，對吧？這個房子他賠了5萬，總共滿打滿算賠20萬這套房子。那現在他買這個學區房，不好意思啊，3、5年以後接着賣吧，那肯定他賠100萬，我說吧，賠30%都不止，這簡直對吧？這沒整明白咋回事嘛，太盲目了哈。很多人以為房東不降價是貪心，其實很多時候是被生活推着走。第5個故事啊，小河雲莊搖號時的天選之子，交付後的燙手山芋，什麼意思啊？他說這個故事在杭州地產圈都在傳。小河雲莊橋西板塊潤和最後一塊寶地，2021年土拍的時候是24家房企強，搖號搖出來的。2023年開盤1249家組家庭搖號，1249組這個家庭搖號啊，中籤率不到11%，就10個人裡面搖一個唄。買到的人當時就覺得自己中了彩票。這是2023年開盤的時候，10選1啊，10個人裡面只有1個人能買，你選上了，你說你是不是天選之子？但是2020年1月交付至今，除了法拍，二手房是零成交。某平台上掛了將近40套，全小區掛牌比例超過30%，有套324平的洋房，掛牌價從2590萬一路降到2298万，折合7.1萬每平米。近30天帶看了21次，買家就是不下手。買家的想法很统一，房東買入均價5.14万，現在賣7.1萬，我憑什麼替他兌現幾百萬的利潤？對呀，買家心裡不平衡啊。買家一看你當年好嘛，管你是摇号還是幹啥來的，反正你買的時候才5萬1，合着现在我凭什麼1平米多給2萬呢？我等着唄，是這邏輯吧？那很多人他就等呢，对不對？你不出血誰買啊？人家去撿漏的，对不對？撿漏就是你得出血，
結果你不出血你還賺錢，那肯定人沒人，所以說掛牌挺多的啊，掛了那麼多沒人買。更魔幻的是，有一套房走了法拍，起拍價889萬，新房買入價的腰斬，也是889万什麼意思？就是腰斩價啊。最後87輪竞價也可以啊，競爭很激烈是吧？買入價除以2，按這個價格來競拍，80幾輪啊競價，最後成交價是1844萬，折合是5.84萬每平米，什麼意思啊？那1平米也就7000塊，賺了7000，加上車位費、服務費、稅費，實際到手成本超過6.2萬每平米。當年搖到號的人覺得買到就是賺到，現在市場告訴你，不是所有紅盤都能賺錢。實際上啊，這幾個故事啊，介紹的這幾個人都是2021年、2022年買的房，都是高点上車。那时候杭州的楼市正火的时候，对吧？那时候各种啊，你只要买到房，新房只要摇到号就是賺錢。因為二手房價格貴，新房價格便宜是倒掛，我的有印象特別深。為什麼大家都去打新，對吧？都去削尖腦袋去買新房，因為新房跟那個周邊二手房價格是倒過來的。二手房比如賣4万，他新房只賣3万，那好多人一想，我一買到之後拿在手上拿3年，以後賣4万5，多合適啊！好多人就去炒啊。所以但是我說对吧，这個不可能長久，還在炒房。但是3、4年過去了，有人虧了250萬，有人白忙一場，有人降了40萬，只求脫手。這個人是未來城附近的一個房產中介，叫什麼老高杭城筆記。通過他寫的未來城，對吧？這幾年變化，那杭州網紅盤的一些走勢啊，我們現在知道，管你是網紅盤還是什麼盤，現在都扛不住啊，都在暴跌。出來混啊，遲早是要還的。房地產裡面的泡沫有多大，誰都說不清。反正你要知道，它裡面還有很多水分可以擠，空間還很大，也就是所謂的韌性，不能輕易說啊，就是見底了。這底在哪兒，誰也不知道，底下還有底啊！這就是過去網紅城市杭州的樓市現在一個現狀。想買房的是吧，還是要三思而後行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